由英軍集團同港鐵合作發展，坐落傳統豪宅地段，位於何文田站上蓋嘅朗然峰項目由5座住宅大樓組成，分兩期發展，合共提供990伙。第二 A 期提供418伙，而2 B 期提供572伙。戶型涵蓋1房至4房，主打2房單位。朗然峰位於何文田站上蓋，何文田站 A4 出口有專屬嘅電梯直達屋苑，令到住戶盡享港鐵站上蓋嘅優勢同埋便捷。何文田站響雙線優勢，附近有多條嘅巴士路線，鄰近紅磡海底隧道，貫通港九新界，交通便利。鄰近多個社區設施，包括何文田配水庫遊樂場同埋佛光街體育館等等。購物方面，住戶可以到黃埔或者係何文田廣場一帶，有各式嘅民生商店、超市、街市同埋食肆等等，滿足基本嘅日常所需。想有更加多嘅選擇，亦都可以到鄰近嘅土瓜灣、佐敦、紅磡等等，雲集各種食肆、零售商店。朗然峰另外一個賣點就係坐擁34校網，傳統嘅名校林立，而且又有國際學校，唔少嘅家長都會為子女升學而進駐呢一區。事不宜遲，即刻帶大家參觀一下朗然峰嘅示範單位。首先參觀嘅係2 B 期6 B 座19樓 A 室冇改動示範單位，實用面積757尺，屬於3房1套連工作間間隔。一入門口嘅右邊設有嵌入式嘅收納櫃同鞋櫃，中間可以放置外出用品，旁邊就係浴室，以奇光設計，設有洗手盆櫃同埋鏡櫃，方便收納。客飯廳以長形開側，寬敞又方正，容易擺放家具，可以做到客飯廳分明。外連3合1大露台，廚房為緊廚設計，兩邊嘅工作台面，一邊係備餐空間，上下收納櫃，儲物空間十足，配備各種家電，包括洗衣乾衣機、煮食爐、蒸焗爐同埋雪櫃，連接工作間以及洗手間。其中一間睡房位於客飯廳嘅側邊，以長形開側，面積比較大，可以擺放到雙人床同衣櫃。另外一間睡房面積比較細，可以放到單人床同小衣櫃，或者可以用作書房用途。主人房開側方正，可以放到雙人床同衣櫃，設有落地大玻璃窗，增加房內嘅採光。主人房套廁以浴缸設計，明廁有窗，有利排走濕氣。然後我哋參觀2 B 期6 B 座20樓 C 室為藍本冇改動示範單位，實用面積388尺，屬於1房開放式廚房間隔。一入門口嘅玄關位設多功能櫃、組合收納櫃同埋鞋櫃，中間可以放置常用嘅外出用品。穿過玄關位就係開放式廚房 ，L 型嘅工作台面，配備各種家電，包括煮食爐、蒸焗爐、洗衣乾衣機同埋雪櫃等等。客飯廳開側方正，容易擺放家具，放置2人梳化、電視櫃同埋2人餐桌。外連大露台，浴室以奇光設計，設有鏡櫃同埋洗手盆櫃。睡房開側方正，可以放到雙人床同衣櫃。睡房設有趟門，可以通往浴室，打造套廁嘅間隔。今次就介紹完畢啦，想知最新嘅樓盤資訊就記得 follow 我哋，下次見，拜拜。